講下我近期着得最多嘅呢一對皮鞋。咁呢對皮鞋佢個牌子叫做 RAD，佢用咗一個叫做 Fiber 嘅底，Fiber 嘅底就係一個意大利專做膠底嘅鞋。我以前係接受唔到膠底，我中意皮底，但係着落咗膠底真係好舒服，冇咁容易跣親啦。對鞋着咗1個月左右啦，佢個底仍然好新淨，證明嗰啲物料其實係好紮實，加上防滑程度好高。如果着皮底喺香港真係好跣好跣。佢個面就用咗一個 loafer 嘅面，成對鞋嘅設計係由一個日本設計師去設計。你會睇到佢個鞋型個尾段有少少向上斜。另外一樣嘢咧，佢加咗個小細節仔喺鞋尾呢個位，大約有半 cm 厚嘅一個邊攞嚟勾住你個鞋踭，咁着落嚟就會好輕鬆好舒服。而且呢個款係今年應該係最興嘅一個款。我見 New Balance 同埋呢個 Asics 定 Mizuno 都試出類似嘅款式，我已經着咗1個月，覺得非常正，介紹俾大家。